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02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08天。今天在前线共发生128次战斗，乌军称已在东线稳定了局势。就在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面的前夕，乌克兰在托列茨克举行了反攻，行动很成功，从2翼突击已经接近市中心。乌东战场，乌军伞兵部队成功夺取顿涅茨克州的科特列涅镇，此举不仅使俄军占领波克罗夫斯克的战略计划遭遇重大挫折，更令俄方在此战区遭受了异常惨重的兵力损失。在俄罗斯境内战场，乌军最精锐的第12旅正在猛攻布良斯克森林深处的一处俄军的阵地，而且获得了突破。有媒体报道说，乌军在这边至少投入6万精锐，将近10个旅进入布良斯克州，准备切断俄和白俄罗斯之间的联系但是这个没有得到乌方的确认。乌方确认的是，乌克兰总参谋部说乌克兰空军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地区叫贝雷兹卡的联邦安全局前哨，被摧毁的电台信号放大器、卫星天线指挥所，12名官员死亡，俄罗斯的协调受到干扰。这个是乌克兰方面官方报道的，乌克兰空军越境打击俄罗斯本土，这恐怕还是第一次，没有说是 F-16还是米格29。根据法国方面的一个机构统计，截止到2025年2月28号，被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各州领土这个所占百分比，这个俄军现在控制的乌东4个州，也就是卢甘斯克州是 99.17%， 顿涅茨克州是 69.4%， 扎波罗热地区是 73%， 赫尔松地区是 72%， 克里米亚地区是 100%， 哈尔科夫地区是 3.66%， 尼古拉耶夫地区是 0.56%。 也就是说，俄军现在主要占领的是卢甘斯克，基本上全部占领。那么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都是在 70% 左右，还有 30% 在乌军的占领这个控制之中。那么乌军控制的库尔斯克没有在统计之内。这个俄罗斯方面希望特朗普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乌克兰方面把他们控制的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那些 30% 的地区都要交给俄军。你说说，这不是痴人说梦吗？就是侵略者要求你把他没抢到的地方你要交给他。这是目前战场的一个情况，这是战线变化不大。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最精彩的也最牵扯人心的就是外交谈判。所以战场上一个村庄一个据点的得失已经不是那么重要，反而外交上谈判桌上更重要。28号泽连斯基到美国的白宫，本来去是要跟特朗普签署这个美乌矿产协议，据说桌子、协议、笔都已经准备好了。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还有万斯这两国的首脑一起面对记者，聊完了之后就到隔壁房间去签协议，签完之后就共进午餐，在闭门会谈，大概这么一个程序。结果在会见记者进行到40分钟的时候，这个万斯开始疯狂的撕咬泽连斯基。咱们昨天节目都已经介绍过了，肯定是不欢而散。不要说这个签署美乌矿产协议了，就说就连午饭都没吃，这个美方精心准备的午餐最后让工作人员吃了。泽连斯基恐怕是直接就从美国坐飞机到了英国伦敦。所以这个矿产协议条款已经不重要了。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之间的分歧，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已经说过了，主要是泽连斯基希望特朗普美国要表明立场，要站在乌克兰这边。3月1日，在与美国领导人特朗普进行会谈发生丑闻后、争执后泽连斯基对社会各界的支持以及为乌克兰人利益所做出的努力表示了感谢。这个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一直都很感谢美国，特别是美国在俄乌战争3年期间源源不断的提供武器和支持。但是泽连斯基强调即便乌克兰也希望拥有和平，美国威胁暂停支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乌克兰也不会签订任何与俄罗斯的协议。更何况10年时间，俄罗斯总统普京至少25次破坏了停火协议。泽连斯基把这个25次普京破坏停火协议的时间一一列了出来。然后泽连斯基还说，他说认为与美国的协议中，乌克兰应该获得承诺，特朗普应该明确表态，美国会与乌克兰人站在一起，否则对于乌克兰来说，不论是矿产协议还是其他的协议，乌克兰都不会签订。毕竟乌克兰需要的是持久的和平，有保障的和平。你看这个泽连斯基就明确表态，希望特朗普要明确美国与乌克兰人站在一起。你看，这就是核心。
这是泽连斯基自己说的。那特朗普现在他说了，我现在要站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我既不能倒向俄罗斯，也不能倒向乌克兰，这样他才能来这个斡旋和谈。那这就是他们之间关键的矛盾。不过在这个长文里面，泽连斯基说他认为自己没有得罪特朗普，并且认为美乌之间盟友关系不可能因为元首会晤间一次争吵而分崩离析。这个泽连斯基还说，即使美国不支持乌克兰，欧洲也准备了应对方案，甚至已经承诺帮助乌克兰建立强大的军队保卫自己。总之，这个泽连斯基态度非常坚决，美国不提供安全保障，那么矿产协议他就不会签署，哪怕美国暂停援助。这个万斯指责泽连斯基，对吧？不会感恩，没有感谢。这个泽连斯基连发了35个感谢，并且这个 CNN 对万斯质疑泽连斯基对美国没有感谢的说法进行了事实核查。泽连斯基一共33次感谢美国人和美国领导人。这个 CNN 把这个时间感谢的内容都一一列举。实际上这是外界对万斯的一个误解。万斯说泽连斯基没有感谢美国，特指泽连斯基没有感谢特朗普，甚至是没有在这次会晤中再一次感谢特朗普。就是万斯的观念里面，你泽连斯基这次来是摇尾乞怜，美国人没打算邀请你，是你自己上赶着要来华盛顿白宫要来签协议。万斯说你就带着你的人是来做宣传，这是万斯攻击泽连斯基。斯认为你来了，你应该感谢特朗普，特朗普为了拯救乌克兰，为了和平，给你们做了这么多工作，你不感恩，你反而还质疑。结果人家 CNN 一查，说泽连斯基一有机会就感谢美国，这是两个搞差了。万斯说的你没感谢特朗普，对吧？他虽然也说你没有感谢美国，不感恩。万斯特指的是所谓的感恩，是感恩他的主子特朗普。万斯把泽连斯基当作跟他一样的人，他忘了泽连斯基是乌克兰人选的总统，不是你特朗普任命。然后当地时间2月28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任期届满总统就是泽连斯基应该给美方道歉。咱们昨天的节目主要说了，万斯主要是护主心切，立功心切，作为特朗普的头犬立即扑上去撕咬。但是我觉得很奇怪，这个卢比奥显得非常安静。一般像这种场，卢比奥是国务卿，他是负责外交，外交的事情应该由他出来护主。如果说这个主攻手是万斯，卢比奥应该出来也冲着泽连斯基喊几声。但是你看卢比奥整个的过程都是瘫倒在那个沙发上那个座椅上，面目非常痛苦。你看他表情。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卢比奥虽然说要求泽连斯基应该道歉，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卢比奥的表现跟万斯居然这么大的反差，对吧？都是特朗普选的马仔，卢比奥为什么不积极表现？从1个月多以来，卢比奥在很多地方的发言说话跟特朗普都有出入，所以我判断这个卢比奥他跟万斯不一样。万斯是真正的小白，也就是他没有什么政治根基，也没有什么政治势力，他全仰仗特朗普。就像咱们上个世纪60、70年代什么那4个啥太祖喜欢的那4个啥，他们就没有根基。这个卢比奥他当过参议员，他还是有一定的根基的，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很有可能卢比奥他就不想把自己的政治生涯、政治前途真的就拴在特朗普这个树上。所以我个人推测，在特朗普这一届政府里，这4年，卢比奥恐怕是第一个离开特朗普这个阵营的一位官员。你想，特朗普第一届这个总统就是上一任总统，你看他选的那些人，一个个的跟他分道扬镳，还有人后面反目成仇的，因为没有办法搞到一起。你要跟特朗普俩配合，作为特朗普的幕僚或者助手，那你首先你得没有自己的人格，你只能是为特朗普的马首是瞻。特朗普今天说这个事是对的，那你这个卢比奥你接着说是对的，他突然晚上改变了个想法，说这是错误的，那你卢比奥马上就得改成错的，这叫看齐意识。也就是说，你们这些马仔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你这个咱们能理解吧？这是对吧？印度、俄罗斯那都是这种搞法。你下级官员，你的马仔你有自己思想，不能有自己想法，你否则怎么叫看齐？我想这个卢比奥恐怕干不成。卢比奥要求这个泽连斯基道歉，但是泽连斯基在接受这个福克斯这个电台采访的时候，他说不会为在白宫的争吵向特朗普道歉。我尊重美国总统，我尊重美国人民，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开放，非常真诚。我不确定我们做了什么坏事。大家看视频。President Trump said after your meeting that you disrespected him and the vice president and all of America in the Oval Office. Do you think you did? And do you think you owe an apology to President Trump?
Thank you so much. First of all, thank you for the invitation for this dialogue, and good evening to all your country, to all Americans. I'm very thankful to Americans for all your support. You did a lot. I'm thankful to President Trump and to Congress bipartisan support. And I was always very thankful from all our people. You helped us a lo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during 3 years of full-scale invasion. You helped us to survive. Anyway, we are strategic partners. And even in such tough dialogue, and I think we have to be very honest. And we have to be very direct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cause it's for us very necessary to President Trump. And I'm with all respect that he wants to finish this war, but nobody wants to finish more than we, because we in Ukraine, we are in this war, we are in this battle, and battle for freedom, for our lives. So I'm just telling that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be on the same side, and I hope that the president on our side together with us, and tha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op Putin. And I heard from President Trump a lot of times that he will stop the war, and I hope he will, and we need to pressure him with Europe, with all the partners. And I think this dialogue had to be a little bit earlier to understand where we are. Like, you know, I don't remember exactly, but like President Reagan said, that peace is not just an absent the war. Yes, we're speaking about just and lasting peace, about freedom, about justice, about human rights. And that's why I said that I think so, that ceasefire, and you know Putin, he broken 25 times ceasefire during all these years, 10 years. So I'm not hearing from you, Mr. President, a thought that you owe the president an apology. No, I respect President, and I respect American people, and if I don't know if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be very open and very honest, and I'm not sure that we did something bad. I think maybe sometimes some things we have to discuss out of media, with all respect to democracy and to a free media. But there are things where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position of Ukraine and Ukrainians, and I think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Yes, we are partners. You know, we are very close partners. We have to be fair. 我觉得泽连斯基做得对，有理有利有节，就得跟特朗普进行斗争。因为泽连斯基让无可让，特朗普一直就是一个大嘴巴，在那胡说八道。如果这一次泽连斯基忍，那特朗普后面会步步紧逼。我在昨天节目也说了，泽连斯基这么一顶他，其实也没什么。特朗普他无所谓的，不要觉得特朗普还没面子。他商人是以交易成功为目的，这个面子先搁一边。相对于面子，特朗普恐怕更喜欢里子，面子也重要，但是什么里子更重要。这个闹掰了以后，特朗普虽然虚张声势，放了一些狠话，但是我觉得特朗普也还没有太过分，他也只是说我们什么没有扩展协议不签了。记者问特朗普，那乌克兰泽连斯基怎么做你们才会重新和谈呢？特朗普就说了，那除非乌克兰人想明白了，他们要和平。你看看，也就是特朗普他并没有把大门关上，说这事我不管了，你们爱咋地。泽连斯基这么一顶，整个世界就哗然。先看这个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声援泽连斯基，说您的尊严彰显了乌克兰人民的勇敢，要坚强，要勇敢，要无所畏惧。亲爱的总统，你永远不会孤单，我们将继续与你们共同努力，实现公正。欧盟的外交专员卡拉斯说很明显，自由世界需要一位新的领袖，欧洲人准备接受这个挑战。也就是说，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做这个自由世界的领袖，现在已经不够格了，自由世界需要一个新的领袖。英国首相斯塔默第一时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通电话，并表示他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泽连斯基公开声援，说俄罗斯联邦是侵略者，乌克兰是受害者，我们必须尊重那些从一开始就战斗的人。这个德国总理舒尔茨说，没有人比乌克兰人更渴望和平，因此我们正在共同努力实现持久而公正的和平。乌克兰可以依靠德国以及欧洲。这个德国的后任总理莫茨说亲爱的泽连斯基，我们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说，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我们绝不能混淆侵略者和受害者。这个波兰总理图斯克他说亲爱
亲爱的泽连斯基，亲爱的乌克兰朋友们，你们并不孤单。摩尔多瓦总统桑多说事实很简单，俄国入侵乌克兰，俄国是侵略者，乌克兰捍卫自由以及我们的自由，我们与乌克兰站在一起。还有很多，这个西班牙首相呢，桑切斯说，乌克兰、西班牙与你们同在。这个连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他说，俄国非法且无理的入侵乌克兰，3年来乌克兰人民一直勇敢而坚韧的斗争，说加拿大将继续与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这个澳大利亚总理发表声明说，泽连斯基总统在面对俄罗斯野蛮和非法入侵的时候，表现出了人民象征性的勇气和领导力。澳大利亚在乌克兰人民需要的时候与他们站在一起。很显然，这个特朗普和万斯犯了众怒，他们这么对待一个饱受侵略和摧残的国家的领导人，一个顽强抵抗侵略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但是泽连斯基他并没有记恨在心，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没有必要真的跟美国把关系搞僵。泽连斯基自己说了，美乌两国的战略联盟这种合作关系不会因为他们领导人一次争吵结束，反而双方开诚布公的公开自己的分歧矛盾，这个也没什么大问题。接下来一定会在欧洲斡旋之下，美乌之间还要修复他们的关系，要不了多长时间恐怕又要会谈。同时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他也放话说，哪怕只有1%的机会也要争取。他说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致力于解决乌克兰冲突。言下之意就是，虽然特朗普跟泽连斯基谈崩了，但是哪怕还有1%的机会，也要争取和平。实际上，就卢比奥已经在缓和这个关系。泽连斯基到了英国之后，首先跟英国首相斯塔默进行会晤，然后还要拜见英国的国王，好像查理3世吧。然后斯塔默要召开10几个欧洲国家领导人，跟泽连斯基一起商讨接下来这乌克兰该怎么办，也就是欧洲行动起来了。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按理来说，这个特朗普跟泽连斯基闹得不欢而散，让普京看了笑话。按理来说，普京应该很兴奋很高兴，但是我在节目已经说了，普京的担忧恐怕是更多的，因为俄罗斯人是最盼着停火，对他有利的条件情况下停火符合俄罗斯利益，因为他坚持不下去了。你看这个梅德韦杰夫说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意味着各方应做让步。3月1日卫星通讯社报道说，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一直愿意就解决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任何谈判都意味着采取双向让步，但这种让步要符合俄罗斯宪法和现实。你看看这个天天嘴上挂着2个核弹的，腰里还别着2个核弹的，居然说既然和谈，那就双方都要让步，这是什么意思？某种程度上就说俄罗斯人做好了让步的准备了，赶紧和谈吧。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他也表态，他说俄乌冲突已经变味了，现在不是乌克兰会不会妥协的问题，俄罗斯战场态势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欧盟27个国家突破武器红线，首次批准使用俄罗斯冻结资产利息为乌克兰购买武器。法国已向基辅交付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德国的金牛座导弹运输协议进入最后磋商阶段，远程打击能力成破局的关键。多国 F-16战机将部署乌克兰，俄军防空系统面临空前考验。别洛乌索夫坦言他说北约全面介入，改变战争性质。卫星图像显示，俄边境军事设施遭袭频率激增，战火呈现双向蔓延的趋势。他说，俄军虽然控制18%的乌克兰领土，但陷入叫占地容易守土难的困境，也就是你把地方抢了，你想守住它太困难。乌克兰启用比北约标准无人机作战体系，每月摧毁俄装甲目标上1000台。西方情报显示，俄日军战损达800人，前线部队轮换周期缩短至45天，暴露出持续作战能力隐忧。经济制裁产生的叠加效应，俄能源收入同比骤降32%，就是下降了1/3，军工产能受芯片禁运之忧。欧盟的制裁已经进入第16轮，让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现在是眉头紧锁，非常担忧。这个俄罗斯内陆地区的叫达达斯坦共和国高级官员表示，他参观了乌克兰占领区的学校重建。他说他看了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马里乌波尔，这个地区不要重建。作为俄罗斯内陆地区的这个高级官员看了之后想哭，因为他所在的俄罗斯农村，也就是达达斯坦地区，竟然比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还要贫穷落后。这就是我说的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边疆地区、西伯利亚地区，那地方穷的叮当响，连道路都少。
但是俄罗斯为了打肿脸充胖子，在他新占领的这个领土上搞所谓的重建，建得很漂亮，这就是叫统战。所以俄罗斯落后地区的官员去参观完之后，难过的想哭。这个也为俄罗斯战败以后，俄罗斯被肢解埋下了隐忧，或者叫打下了基础。各个地区不平衡，特朗普在乌克兰，在泽连斯基这儿碰了个钉子。我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在普京那儿也要碰钉子，就是说特朗普他啃不下泽连斯基，他恐怕也啃不下普京。现在就看特朗普和普京之间斗法，看谁智商更高一点。弄得不好，很有可能普京也要耍特朗普，也就是特朗普现在他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你假设现在特朗普要跟普京谈，那普京肯定是个低姿态啊，他一定说我这都可以，我也愿意必要的时候让出一部分领土以换取和平，你去把乌克兰搞定。因为普京知道特朗普搞不定乌克兰，你看这球又一下又踢到特朗普这儿，特朗普能怎么解决？所以我以前就说了，我不看好特朗普他所谓的和谈，因为双方差距太大，特朗普的实力和能力都有限。特朗普想和谈，想让战争停下来，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现在确实是不切实际。他基线施压泽连斯基暂时失败了，这就会导致他和普京的媾和也是暂时失败。普京这个时候恐怕就是摆出一副你特朗普去谈成什么样我都认可，等到特朗普跟泽连斯基吭哧的谈得差不多了，普京到时候脸一变，不行，我们乌东斯克州加入了俄罗斯是新领土，我们不能违反宪法。特朗普十有八九又被人说，特朗普说泽连斯基手上没有牌，特朗普手上又有什么牌呢？特朗普能用的牌其实也，如果他要援助乌克兰，他也不可能比拜登走得更远，因为他毕竟担心这个战争升级，第3次世界大战等等。如果他不支持乌克兰，他支持俄罗斯吗？他跟俄罗斯还能做出什么来？他要支持俄罗斯，那就是彻底的把欧洲全部得罪，把文明世界都得罪了，就不要说欧盟了，连加拿大、澳大利亚他都得罪了，美国还怎么立足？美国国内恐怕也不能同意吧？就美国国内能同意特朗普援助俄罗斯吗？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他可打的牌还真不多，最终特朗普还是要找泽连斯基去谈。现在忐忑不安的是普京是低保老人，本来以为这个和谈唾手可得，马上就到了。胡锡进老师都说了，俄罗斯熬出来了，现在一看你还是遥遥无期，还得熬，接着熬。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